張柏芝大兒子 Lucas 爆火，與同學滑雪視頻被瘋轉，仰頭姿勢和爸爸如出一轍，灑水模樣比他爆雲號。謝霆鋒時隔20年的演唱會算是給觀眾們不少的驚喜，前有王菲在台下開舞助興，後有兩孩子露正臉為爸爸演唱會增加熱度。不得不說，謝霆鋒的兩個戀子都太像他了，特別是大兒子 Lucas， 某些角度真的和謝霆鋒一模一樣。近日有媒體曬出 Lucas 和同學一起在室內滑雪的視頻，視頻中的 Lucas 滑雪熟練，動作帥氣，不愧是和爸爸謝霆鋒學習過的。父子倆的和滑雪姿勢如出一轍，不仔細看都分不清哪個是爸爸，哪個是兒子。Lucas 謝霆鋒當天 Lucas 身穿灰色衛衣，搭配中式褲子，戴着帽子和面罩，插手站在滑雪場沒看着同學滑雪，氣質又好有趣，眉眼像極了謝霆鋒。Lucas 今年春節期間就和爸爸謝霆鋒一起去度假滑雪，謝霆鋒還罕見高調曬出與 Lucas 的滑雪照片，當時 Lucas 穿的也是這套滑雪服。和爸爸謝霆鋒滑雪照片，在爸爸謝霆鋒教導下 ，Lucas 現在滑雪也是相當熟練，和同學一起在室內滑雪場練習後空翻，時不時還翻車摔跤，但動作依舊很帥。滑到累了的 Lucas 拿起飲料後仰喝的動作，被指和爸爸謝霆鋒神似，父子倆的氣質都差不多。Lucas 甚至還拿着飲料一邊滑一邊喝，灑水灑得心應手。Lucas 和爸爸謝霆鋒一樣，發展全面，熱愛運動。有網友爆料 ，Lucas 在學校還是排球隊長，私下人緣很好。謝霆鋒和張柏芝兩人作為父母，雖然已經離婚，但對兩孩子的愛都不少。身為娛樂圈巨星的兩人，私下都挺親切禮貌，特別是張柏芝，私下完全不把自己當明星看，非常接地氣。在這樣的教導下 ，Lucas 謙遜有禮貌，陽光積極，熱愛生活。比較弟弟 Quintus，Lucas 似乎更活潑開朗一些，小 Q 更內斂害羞一點。總的來說，謝霆鋒的兩兒子都有繼承他的高顏值和好好的氣質。大家覺得哪個更像爸爸謝霆鋒呢？張柏芝和謝霆鋒的故事好像一部老電影，翻來覆去看了很多遍，每次都有新感覺。他們分開這麼多年了，還是會被人提起，可能因為大家都還記得他們年輕時候的樣子吧。張柏芝說謝霆鋒對他來說還是特別的，這話聽着挺有意思的。他沒說還愛着他，也沒說恨他，就是說他特別。可能在他心裏，謝霆鋒就像是一個老朋友，雖然不常聯繫，但是想起來還是會覺得溫暖。他們一起經歷了那麼多事情，開心的難過的都有，這些回憶肯定在張柏芝心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有時候想想，人生中能有這麼一個特別的人，其實也挺幸運的。張柏芝說這話的時候，臉上應該是帶着笑的。他好像已經放下了過去的那些不開心，現在能平靜地談論這段感情，這種態度真的很難得。畢竟他們的婚姻結束得並不愉快，但是張柏芝選擇了用一種積極的方式來看待這段經歷，這說明他內心真的很強大。其實仔細想想，每個人的生命中可能都會有那麼一兩個特別的人，他們可能不是我們最後在一起的人，但是他們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影響。就像謝霆鋒對張柏芝來說，雖然他們已經分開了，但是他依然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有時候我們可能會覺得分手了就應該把對方徹底忘記，但是張柏芝的態度告訴我們，其實不必這樣。我們可以選擇珍惜那些美好的回憶，同時也祝福對方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。這種態度其實需要很大的勇氣和胸懷。張柏芝說每段感情都有意義，這話聽着好像很有道理。他可能是想說，不管是好是壞，每段感情都教會了我們一些東西。有人說愛情是人生最好的老師，可能就是這個意思吧。張柏芝和謝霆鋒在一起的時候，
肯定經歷了很多快樂和痛苦，這些經歷讓他成長，讓他變得更加成熟。雖然他們的婚姻最後還是失敗了，但是張柏芝並沒有否定這段感情的價值。他選擇感恩，選擇珍惜那些美好的回憶，這種態度真的很難得。很多人在感情結束後可能會覺得一切都是浪費時間，但是張柏芝的想法告訴我們，即使結果不是我們想要的，過程也是值得珍惜的。張柏芝還說他會祝福謝霆鋒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，這話聽着真是讓人感動。他沒有怨恨，沒有不甘，只有祝福。這種態度真的很少見，特別是在娛樂圈這種複雜的環境裡。可能是因為時間的流逝，讓他看清了很多事情，也可能是因為他現在的生活很充實，所以能夠以一種平和的心態面對過去。其實仔細想想，每個人的人生都是由無數段經歷組成的，有些經歷是快樂的，有些是痛苦的，但是他們都塑造了現在的我們。張柏芝的態度告訴我們應該珍惜每一段經歷，因為他們都是我們人生的一部分。張柏芝說他選擇用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，這話聽着真讓人佩服。離婚後他肯定經歷了很多困難，但是他沒有被打倒、傷痕，他選擇了堅強地站起來，繼續向前走。這種態度真的很難得，特別是在面對那麼多人的關注和評論的時候。他說他希望給孩子樹立一個好榜樣，這話聽着很暖心。作為一個母親，他不僅要照顧好自己，還要照顧好孩子。他可能覺得，如果他自己都消沉了，那孩子怎麼會快樂呢？所以他選擇了堅強，選擇了樂觀。這種為了孩子而努力的精神，真的很讓人感動。張柏芝的態度告訴我們，生活中總會有各種各樣的困難，但是關鍵是我們如何面對。他選擇了積極樂觀，選擇了堅強。這種態度不僅讓他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，也給他的孩子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。其實仔細想想，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困難和挫折，但是如果我們能像張柏芝一樣，選擇積極樂觀的態度，那麼我們的生活可能會變得更加美好。當然，這並不容易，需要我們不斷地努力和堅持。但是看到張柏芝的例子，我們就知道這是可能的。張柏芝說，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們無法控制的，但是我們可以選擇如何面對他們。這話聽着好像很有哲理。確實，我們無法控制別人的想法和行為，也無法控制很多外部環境的變化，但是我們可以控制自己的態度和反應。他說他希望自己能夠以一顆寬容的心去對待感情和生活，這話真的很暖心。寬容不是軟弱，而是一種強大。他需要我們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去接受那些我們無法改變的事情。張柏芝的這種態度，可能是他經歷了很多事情後的領悟。其實仔細想想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會遇到很多無法控制的事情。可能是工作上的變動，可能是感情上的波折，也可能是健康上的問題。但是關鍵是我們如何去面對這些事情。如果我們能像張柏芝一樣，選擇以寬容和積極的態度去面對，那麼我們可能會發現，生活其實沒有那麼糟糕。張柏芝的話也讓我們思考，我們是否常常把太多精力放在那些我們無法控制的事情上？也許我們應該學會放手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我們能夠控制的事情上，比如我們的態度、我們的行為、我們的選擇，這樣可能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輕鬆和快樂。張柏芝的回答一出來，網上就炸鍋了，很多網友都說他的回答很暖心，覺得他真的很成熟。確實，他的回答裡沒有怨恨，只有感恩和祝福。這種態度真的很難得，特別是在娛樂圈這種複雜的環境裡，能保持這種心態真的不容易。有網友說張柏芝的回答讓他們對愛情有了新的認識，以前可能覺得愛情就是要在一起，分手了就是失敗了，但是張柏芝的態度告訴我們，即使分開了，
那份感情依然可以是美好的回憶。這種看法其實挺新穎的，讓人覺得很溫暖。還有網友說，張柏芝的回答讓他們明白了，愛不一定要擁有，有時候放手也是一種愛。這話聽着好像很有道理。有時候我們太執着於得到什麼，反而忘記了愛的本質。張柏芝能夠放下過去，祝福前夫，這種胸懷真的很讓人敬佩。其實仔細想想，張柏芝的回答之所以能引起這麼大的反響，可能是因為她觸動了很多人內心深處的感受。我們每個人可能都經歷過感情的起起落落，但是能像張柏芝這樣坦然面對的人並不多。她的態度給了很多人力量，讓他們看到了處理感情問題的另一種可能性。張柏芝的回答讓人不禁思考：時間真的能沖淡一切嗎？這個問題好像沒有標準答案。有人說時間是最好的良藥，可以治癒一切傷痛，但是也有人說，有些感情是永遠無法忘記的。可能對於張柏芝來說，時間並沒有讓她忘記謝霆鋒，但是改變了她看待這段感情的方式。她說她會永遠珍惜那些美好的回憶，這話聽着挺感人的。可能在她看來，那些美好的回憶是她生命中寶貴的財富，即使他們已經分開了，這些回憶依然值得珍藏。這種態度其實挺難得的。很多人在感情結束後可能會選擇把所有回憶都抹去。張柏芝的態度告訴我們，時間的作用可能不是讓我們忘記，而是讓我們學會如何更好地面對和珍惜。隨着時間的流逝，那些曾經刻骨銘心的感情可能會變得平和，但並不意味着他們就不再重要。相反，他們可能會成為我們生命中珍貴的一部分。其實仔細想想，我們每個人的人生都是由無數的經歷組成的。有些經歷可能會隨着時間慢慢淡忘，但有些經歷可能會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裡。關鍵是我們如何看待這些經歷，如何讓他們成為我們生命中美好的一部分。張柏芝說，即使她和謝霆鋒已經分開了，那份感情依然在心中佔據一席之地。這話聽着好像很有意思。她可能是想說，愛情的形式可以改變，但是那份感情依然存在。這種看法其實挺新穎的，讓人覺得很溫暖。有人說愛情就像水，可以改變形態，但本質不變。可能張柏芝和謝霆鋒之間的感情就是這樣。雖然他們不再是夫妻，但是那份感情可能變成了一種特殊的友情，或者是 mutual respect。這種感情可能不再是轟轟烈烈的愛情，但是依然珍貴。張柏芝的態度告訴我們，感情是很複雜的東西，不能簡單地用意。即使兩個人已經分開，他們之間的感情也不一定就完全消失了，可能會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，繼續影響着彼此的生活。其實仔細想想，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可能都有那麼幾個特別的人，即使我們的關係發生了變化，但是他們給我們的影響可能會永遠存在。就像張柏芝和謝霆鋒，即使他們已經不再是夫妻，但是他們之間的那份特殊感情依然存在。這種感情或許就是人生中最珍貴的財富之一。